朋友们，寓言是世界上人们共同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。像希腊的伊索尔寓言，俄国的克雷洛夫寓言，是啊，和中国的古代寓言。古代寓言是的。是在世界上，流传都非常广泛，是吗？是。那么像。 比如这个狼和小羊、狐狸和葡萄的故事，都是妇孺皆知、脍炙人口的寓言作品。下面由我们老外来讲一个中国的寓言故事《动物先生和狼》。好，请大家欣赏。在下就是东郭，人们都叫我东郭先生。 那年，我带着这头笨驴到赵国去讲学，路过一座山，叫中山。我的老师莫教授说：“谁是莫教授？就是莫子教授。他说我们要学会爱人，爱一切动物，包括你这头笨驴。你看。” 我从来不骑你，因为我爱你呀！救命！老先生、老爷爷、爸爸，救救我！你这是怎么了？赵将军他，先给我接水。快！赵将军他是怎么了？我想吃他的骨，不。 他想吃我的肉，他就要杀我。哎呦，你瞧瞧，他用这个来杀我。哎呀，这个赵将军老师的话忘得这么快呀！呀，你别偏螺丝了，快把我藏起来，赵将军他来了。好，藏哪儿呢？你就狼可是要吃人的呀！哎，你一会儿不会把我吃了吧？看你说的，一会儿我哪来得及呀？啊，不，我们狼不喜欢吃肉，最讨厌肉。啊，我们喜欢吃草和叶子，哼，就和太阳长得样不一样啊！你左边，你右边，快！哎，求求你快救救我！赵将军他来了。好。 你就藏在我的书袋里吧。啊，快一点啊！这条中山狼跑哪儿去了？这儿有雪。赵将军。哦，朱先生。见了老师也不叫一声。中国大错，先生这里有礼。现在是为民除害。赵将军，我没跟着他吃人，倒知道你这个将军到处杀生。这条狼名叫中山狼，非常凶恶，您千万别保护一条恶狼。我没看见什么中山狼。再说，我不是保护一条狼，而是捍卫我的理想和信念。闺女还是我的学生，快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先生。 请保重，千万别遇上狼。学生告辞了。赵将军他走了吗？走了。真走了？走了。那快把我出来！先生，他这来要是吃了我们怎么办？你真是笨蛋！我们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出来应该谢谢我们才对，怎么会吃我们？也不知道谁是笨蛋。啊哈哈哈哈！ 闷死我了！赵将军走了，你也可以走了。不急，我饿死了。这下我们要搞大霉喽！我饿了，你听见了吗？分驴，分点草料给他吧。什么？我们狼是这个？谁见过狼吃草？ 到底要我怎么办？那样吧，这头笨驴留着也没用，送给我当午饭吧。先生，你可不能
让我怎么办？只好委屈你了。回头当我的孙的学费，你的50这个老叔父，你跟着女友一起跳肉，够他吃一会儿的了。再这个不公吧？好了，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放放我，让我治理。你这个亡夫的诸圣之名啊！叫我老汉就赵将军要杀他，我把他藏在我的书袋里，救了他的命，现在却要吃我。这么小的袋子，你这么胖，怎么能进去？能进去，当然能进去。你再进去一次试一试，要是能进去，就说明你没撒谎。怎么办？你出不来了。老范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打死他！别，我们要爱所有的动物。那好，我把他放出来，你再和他谈谈。别！那你说怎么办？你，还是打死他吧。太残酷了！我没事，刚才我……别说了，这头驴我告诉我了。听说你这次是来我们赵国大学讲学的。哎，别提什么讲学了。你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。赵将军，这条狼皮就送给你，就这皮夹克吧。不煮了，再见。咱们也快上路吧。我还有几句话对观众说。我们要爱人，爱一切动物。走吧。还要爱人，爱一切。好，观众朋友，大家看一下，你们知道这位大灰狼是谁扮演的吗？来看一下，是爱丽丝扮演的。爱丽丝，你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多么喜欢你的表演啊！那么你在这之前学过演戏吗？哪里？这是大姑娘左教头一遭。哦，还会说俏皮话呢。这个小品叫我们别做东郭先生那样的傻瓜，也别相信狼的鬼话。是的，你说的太好了。好，现在请你们欣赏我的同学们演唱的京剧《贵妃醉酒》。